先飲蛋漿，吸乾啲蛋漿，吸晒四邊，然之後就打平放兩邊，再吸埋剩低嘅蛋漿，整到佢黃冚冚，跟住開爐落油，跟住就係咁燒佢四邊，封晒佢口，再封埋兩邊，炸到佢金黃色，然之後就係咁筆油，筆啲滾油，淥到佢熟，反轉頭再筆油，筆晒剩低啲油，筆完之後就可以擎一擎油，擎完油之後就可以擺上碟，放一放，涼一涼，然之後就可以搽燒肉啊、牛油，色隨尊便。我入邊就搽咗花生醬，食落去的確惹味，唔錯。